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咱大家啉的水敢有安全呢？新竹县市大约有75万人的饮用水是为头前溪流出来的，但是这个烟花有本所的掩埋场、有电子工厂等等，把这个大量的废水排落溪底。为着后一代健康，新竹的妈妈来成立着“我要啉清气水”联名。一直向政府来申请，要求改善。尾啊，这个监察院介入调查，发现这个头前溪自来水水质的管理确实是无周至，要求新竹县市政府必须都要检讨改进。这场地方妈妈饮用水的战争，嘛，互人看到本所的问题，甲废水排放的乱象。咱做伙来关心。这个新竹妈妈将熟鸡煮三顿，看起来甲一般家庭主妇拢同款，不过直接要食入腹肚底，伊特别谨慎甲细致。这就好了。就算罐装水比自来水贵几啊倍，将熟鸡为了家己的健康甲后一代健康，钱嘛是加开落去。为了安心，所以呢，我不敢喝那个自来水的，直接这样喝自来水，所以我就去买桶装水。那一个月要喝5、6桶，一桶的话60块计，那一个月大概就会多300多块、400块，对。可是为了安心还是喝。是，其实我一个月的自来水才190块。新竹科学园区吸引科技人才来这集中，以个人的所得总额中位数来讲。全国上好嘅10个里内面，有9个里集中伫新竹市的东区，加新竹县的竹北市。全台湾上好嘅川里，却是啉一杯仔水就啉了未安心。伊问题就出伫头前溪。其实路弯弯曲曲的，来到这边，垃圾车也很辛苦。想要深入了解新竹水质的问题，采访团队对新竹妈妈平贵机，唔惊一头拍一路伫对站。对，这边就是垃圾场。那我们现在要来找个地方停车。为市区去到山顶，竹东镇粪扫掩埋场出现伫眼前，未少粪扫车停伫遮，要民众驶车专工来遮等粪扫。我阁出动空中的摄影机，为空中来看，山坡顶拢总是粪扫，各种废弃物满满是，空气闻起来是酸酸臭臭，这款的景象，互人着惊。下游有沙坑溪。那沙坑溪呢？它是我们整个新竹龙恩堰取水口的集水区之一。如果沙坑溪被污染，其实它也会影响到整个下游的人饮用水的品质，还有灌溉水相关的问题。那因为垃圾忽高忽低，然后呢底下的这个防水渗漏层又很久，所以呢其实难免下大雨的时候，垃圾的水就会透过渗透层往下流，垃圾也有时候多的时候就会往下漂移下去。垃圾的这个暂存场好了，那它这个放流水，我们拿回到实验室去测，那我们的生物就死了。那后来那个查出来，就是里面的氨。原来新竹母亲河头前溪长有63公里，自来水公司为挖近水头的上平闸水坝，将无受到污染的水引流到宝山甲宝二水库，再个送予竹科甲附近的乡镇来使用。那新竹县市101万人的人口内面，有75万人的饮用水，其实是来自下游龙温水坝加南隘的储水口。因为烟花失控的，唔那是粪扫尔，也有工业区。5号工业区其实在设置的时候，它是以柑橘跟茶叶加工为主，但是呢，后来呢，它却衍生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呢，66年以后那个工业区并没有人使用，一直到民国80年初的时候。我们的半导体业在园区相关的土地可能也不容易取得了，所以那边开始有半导体业，也有园区处理园区废弃物的工厂在那里。伫江南乡的五华工业区道路边啊，一边是头前溪支流，落了坑溪，另外一边是一栋过一栋的水泥建筑物。
这是精益民邦等等工程，其中一间业者每一天最大废水排水量有1390吨。成为这新的妈妈关注的对象。一天，裴桂枝甲叶花盘南公园要来采水做样品做检测。我们刚刚取好的水，现在就是要准备来检测。那我们就是不定期经过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过来测。今天导电度，有没有看到？破千了。破千啦。我们灌溉水的排放许可是750。然后这一边每次来验都1500左右。今天这样是多少？今天1615啊，导电度很高啊。1600是稍微有点高，因为一般我们大概就1000上下，因为那个导电度就表示里面有带电荷的，可能一些酸根啊、重金属之类在里面，所以表示它还是有一些东西排出来。两人赶到工厂上游去检测，结果完全无同款。来验这个好了，我看一下它的导电度。这个就是正常的水。对，今天因为水比较少， 200多。是在2017年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它不只是垃圾山，它还包含说竹东、竹北、琼林、横山这些家庭污水。另外更发现说，原来我们的工厂其实跟我们的住宅区还有农业区混流在一起，所以我们也喝到了工业废水。那它在新竹水的状况是这样，它没有说喝到马上一个人就会中毒死掉。但它其实是一直不断累积在我们的水体里面。2017年以来，这新的妈妈一路沿着头前溪提出粪水问题、工业废水排放的乱象，因更加成立我要啉清气水的行动联盟，几下摆向地方、中央政府陈情，并且向监察院检举指控。自来水公司也不断跟我们说这个都合乎标准，水质没有问题，甚至也跟我们讲说水质比这个差的还有好几个。但是呢，对人民而言，真的没有一个人会安心的去喝下你明明知道那个水源上面有这个家庭废水、有工业废水，甚至还有垃圾场这个留下来的各种你不知道是什么的令人担心的这些废水。负责调查监察委员田秋瑾追查年瓜，最后在几百页报告内面指出，头前溪自来水的水质管理确实有疏漏，要求新竹县市政府、环保署甲自来水公司必须来确实检讨改进。高效能热处理的一个设施的触杀案的计划也积极在推动。目前在预约阶段，大概这个月准备要签约，它排水量比较大了，那我们也一直辅导他，建议他就是提高回收率，相对让环境会负担到的污染就比较少了。我觉得县政府在这1-2年的过程里面，我自己是觉得它比较像是公民有奖，它才会更往前一点。因为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觉得检查 OK 就可以，但是实际上县府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处理的速度上面真的比较缓慢。拒绝啉工业废水、粪水、垃圾水，我要啉清气水的行动联盟，在2019年嘛成功收集6000位市民的联署，将在2021年发动公投，要让新竹人会使啉一杯安全无过滤的水。2019年就推动了新竹市的地方公投，要求我们的县市政府必须，尤其是新竹县跟新竹市，要订定废污水管理自治条例，并且针对这些污染源。要不然就是零排放，要不然就是迁厂，如果都不行，他们就必须以专管来处理。就是饮用水专管，那这个我们是很高兴，可能今年年底石门水库那边会有一条专门的管。我们的源头、我们的垃圾，我们这些怎么样去把它需要抛弃的部分减到最低。这妈妈坚强力量推动政府甲企业慢慢做改变，因即马将新竹水污染的真相用举办环境课程，和更较侪学生来了解。阴离子跟阳离子，哈，那阴离子跟阳离子的交换数值指的是我在溶在水里面的这些金属啊，不管是带正电还是带负电，我这里面各一包，所以它都可以把只要是受到污染的水里面的带正电跟负电的这个重金属的部分，我们都可以把它透过交换的形式留在这个树脂包里面。你可以把它放紧一点，那条把它黑的往下推，它就会下去了。哎，对，有没有？
他就推你就会把它放下去，这样就可以了。一开始是不知道，我来这里的时候才会比较了解。其实不光是污染而已，你看这上游的企业，他们怎么去用水，怎么去取水，水质、水量怎么去分配，其实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就会感觉说，民众距离自己喝的水其实很遥远，大家可能只有在乎水龙头打开来的那一刻，觉得它可以去左右它。那我们会觉得说，应该让民众更多认识自己喝的水。只要你愿意去关心，用眼睛用简单的测试，你可以知道你的水的状况是如何。家己溪水，家己顾，家己啉的水，家己救。这场地方妈妈发动的水战争，在短短3年时间内，成功煽动官僚体系和动作真万吨的大枪射身。为了后一代这场真实上演的日会战斗故事，远远比当初所想的行得搁较远，搁较近。